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4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7节安尼讲：上帝毋是呼召咱过无清气的生活，是呼召咱过圣洁的生活。三角来祈祷，哀愿脱离无清气，呼召阮过圣洁的生活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因为你是生命的光，伫你的内面无黑暗。主啊，愿学罗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用主爱呼召阮，互阮无靠家己的才调来活，也无互阮沉沦伫罪恶的中间，乃是要互阮得到更新的活命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无边的疼。主啊，伫这个冤巧甲背逆的世代，阮的心思、言语甲行为，常常受世界的价值影响，容易妥协，对世间来行，直到离开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也清去阮一切的罪，因为你毋是呼召阮过无清气的生活，是呼召阮过圣洁的生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